立法院三读通过国会一款法案，要求总统爱定期国情报告，佮爱随问随回答。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基讲，总统只报告，无要回答嘛尊重。也毋过，国民党的内部有无共款的意见。鲍坤基今仔个出面强调讲，伊是希望讲，赖总统伫修法还未完成进程，会当先来立法院报告。那新法实施了后，就要按照新法来进行。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明是表示讲，赖总统伫修法还未完成进程，是无可能去立法院报告。国会这款法案三读通过，要求总统定期到立法院国情报告，并接受随问随答。立法院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到搁再邀请总统赖清德来国情报告，暗告一句问答形式尊重总统意愿，甲他报告无回答嘛尊重。不过党内有不同的意见。这个部分里面党团没有共识，所以这就应该是副总统自己个人的一个看法。副总他是很贴心的，一切依法立法院三读通过那就是要回答。立法院三读通过的职权行使法，一直到我们送出立法院大概半个月的时间到总统府公告还有将近1个月的时间。我想我们再一次请赖总统把握时机鲍坤基3早亲像火线说明，强调是希望赖总统伫修法施行前到立法院，若做新法实施了后，都是依法进行。民进党团是批评鲍坤基是先导行，民众党团是呼吁赖清德兑现选举前所承诺的，会来立法院国情报告并接受询答。这表示他自己证明他所谓的这种条文的写法是违宪的，自证有罪嘛。赶快先期投降嘛！来立法院只想来演说，不想回应任何问题的话，那台湾民众党认为这样子来立法院毫无意义。郭建明坦白讲，赖清德无啥可能伫修法施行前的时间到立法院国情报告。若是那样立委传出有无共看法，鲍坤基强调党内友谊无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